吃早餐了没啊？我是一位网络直播主，每天在线上唱歌是我的日常。在大家通勤的时间啊，或者是下班之后想要听听歌，然后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啊，我今天想要听运乔唱歌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哇，大哥跑车，哦呀，太夸张了啦！大哥，我觉得很感谢的是，大家愿意在，例如说1个月啊，他们的一些娱乐费，愿意播出一些，然后在直播上支持我，我真的非常感谢，非常的感动。我爸爸非常喜欢唱台语歌，小时候听的歌呢，可能不是儿歌，我们都是听江蕙、黄乙玲、张雅文的歌曲，所以我在直播上呢，我很常去唱这些歌，因此我的粉丝的年龄层都非常的广。在歌唱这条路上，还有学表演这条路上，我爸爸是最支持我的人。很遗憾的是，爸爸在前几年的时候因为生病，然后突然就离开了。就是像第一次比赛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让他亲眼看到我在电视上唱歌的样子。别指望我谅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填你的缺，太多的是非来不及杜绝，跟不上依恋着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一瞥。我现在目前是一个全职的 YouTuber， 然后我们叫你这周要干嘛？然后我是里面的妹妹帅。那为什么叫妹妹帅呢？就是因为其实频道是我表姐的，最有名的应该是姐妹的接歌系列。她唱一句，然后我就可以马上接下去这样的影片，然后一段一段剪辑成8集。饭店去发走。因为他平常就真的太吵，然后随时随地都在我耳边，然后很吵的一直唱歌。经典在这边，你会不会接啊？所以我就想说，就是也来反击他一下。你是唯一的神话，爱 gonna swing from the chandelier。我同事都说你接不到。很自然的生活状态，然后就意外的爆红，最高的点阅率也有到达135万。可是因为就是他后来的防备心就越来越重，所以就是越来越难玩他，决定停刊，就让他保留在最美好的那时候就好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然后也会唱歌。幼稚园就会看姐姐们那时候国小，然后他们开始听音乐，开始唱歌，然后我就会跟在旁边唱。但是以前他们都说我会走音，但我就觉得我没有走音，是你们才走音吧。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参加除夕节目，而且那时候是跟佳佳跟严艺格2个很大咖的女明星合唱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但是过了之后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。不过我真的是蛮想问你的，因为之前很多歌唱节目都有找你，但是你都没有去，为什么这一次你敢去了？因为我之前死啦。这一次的节目名称就叫《平民巨星》，我看到之后想说哇，这个节目是为了我设的吗？而且叫的平民有没有？你不要说自己怎样又厉害又怎样，是平民。我背对星空，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，不敢说。当我背对星空，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会锁我。我现在正在念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，然后也是接很多电视台案子的企划，还有执行制作人，然后现在也是驻唱歌手等等之类非常多工作的自由业者。在网络上面跟布莱克学有做一个阿都主义的节目，我们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，然后这些疑问我们就会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你解决的方法会是什么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都主义，为了生活拿主意。大家好，我是薛薛扎拉斯。你怎么会忘记？你看，今天又要去约会时间，我们也太无聊了吧？
他是前几天突然跟我说，哎，你可以来帮我拍一个访问吗？我说你要干嘛？他说我要参加歌唱比赛。我心想说，哈，你已经够忙了，这位先生。可是我觉得可能他也准备很久，也期待很久，他想要做这件事情。再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妈觉得我好像对音乐有一些天分，所以就把我送去那个雅马哈学钢琴。因为我爸是在做部落的婚礼的那个乐手，所以他就会带我去很多婚礼的场合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表演的欲望，我就到天秤座餐厅去开始我驻唱人生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